新闻头起先来看宜兰县长林姿妙是牵涉贪污，今日地方法院下晡一审宣判，依照道理特殊洗钱、公务员财产来源不明等罪，判这林姿妙有期徒刑12年6个月，褫夺公权6年。同时嘛，甲伊随停职，由副县长林茂胜来代理宜县县长。林姿妙今出法庭的时阵，有关强调家己是无做歹代志，批评是检方甲伊按罪名，一定会上诉。今出法庭，面色正沉重法院拢，因为宜兰县长林姿妙涉贪案，一审判12年6个月徒刑，褫夺公权6年，而且还达不当得利3250万。我没有做坏事，我无做，现在一定给我判这重，非常难过，非常的痛心。我简单做人，认真做事，实实在在。大家知影讲，台湾的司法已经被政治绑架了，咱就继续上诉啊。强调一定会上诉到底。林姿妙无批评检方黑白甲按罪名，认为讲伊家己防政治迫害。宜兰县国民党团和国民党中央嘛大力替林姿妙捍卫清白，让宪政正常运作，挽救烂到不行的行政效力了。当来看这个案已经判官司要3年，检方在2002年以4大罪起诉，包括林姿妙在内的15个人。林姿妙一审防照贪污治罪条例多例罪判有期徒刑7年，褫夺公权6年；和公务员财产来源不明罪，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，褫夺公权2年。另外涉洗钱防制法的特殊洗钱罪，共判3年6个月，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2年半。另外除了前代理建设处长黄志良，因为查无证据无罪，其他14个人拢互判刑。内面林姿妙的查某囝林艺玲，互判3年6个月，褫夺公权3年。被告林姿妙身为民选首长了没有恪尽职责，欲以私人情谊指挥下属破坏公务员执行职务之公正性。本院就我个人的经历是没有这个所谓政治力介入的问题。本署检察官收到判决书之后，会一起来研议是否提出上诉。内政部随公告讲，照地方制度法的第78条、82条，林姿妙虽开始停止县长的职务，交予副县长林茂胜来代理，停职的期间嘛，未予伊半数的phòng役。若是2审、3审改判无罪，就会当复职；若是判刑确定，就会解职。因为伊剩的任期是无到2年，会互中央派人来代理。毛林姿妙变做第一前新竹市长高虹安，前花莲县长鲍坤基，前南投县长李兆庆，前台东议长吴俊立了后，第一任来互停职的各一个政治人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